小子，你看病一次10万，是想表演小丑吗？不看病，滚！妈的，一个骗子还敢这么嚣张，信不信老子弄你？你试试。这眼神，好凶，就像杀过无数人一样。你真能包治百病？对，10万只是定金，如果是麻烦的病，100万起步，但我保证包治。雨墨，这人一看就是骗子，你别病急乱投医啊！你真不骗人？放心，治不好随你处置。那跟我走。这就相信我了？不是吧？还真有人信啊！小姑娘，别被人骗了。看病去江南第一医院，听说胡圣手已经回来了，找个骗子做什么？雨墨，你看，大家都说是骗子。佳，我爸时日不多了，就算是骗子，我也认了，死马当活马医。不对，美女，我还没答应要去。不用你答应。这是个富婆，到时候多要点。我叫苏以沫，你肯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找你。苏以沫，江南首富之人，你眼光不错，知道我能包治百病。这里有10万，到家后发挥你骗人的本事，骗我母亲说你可以治好我爸，但需要去山里静养。以沫，原来你是怕打击你妈啊！我真以为你相信这骗子了。我爸撑不过明天，若爸出事，以我妈的性子，肯定会想不开的。好家伙，搞半天，结果真把我当骗子了。我堂堂诸天至强者，怎可能是骗子？今天我就治好你爸，给你看看，让你开开眼。记住我刚刚和你说的话，看我眼色行事。这骗子也太理直气壮了。以沫，他真能行吗？越是镇定，就证明他骗术越厉害，肯定能行。我爸3月前查出胰腺癌晚期，孙圣手说我爸活不过明天，我妈还不知道，所以你一定要帮我骗过我妈。以沫，孙圣手说你爸活不过明天，他如果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这老头答应我不告诉我妈，还收了我50万的。孙小姐，对不起，医生要对说的话负责，那钱我不能收。以沫，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你瞒着婶婶是不孝。我已经联系殡葬公司，到时给叔叔办个风光葬礼。大伯死于非命，我爸将苏康当儿子养，甚至立下遗嘱，家产要分他一份。苏康摆明了要逼死我母亲，就能多分遗产了。苏夫人，节哀。明姐，我来陪你了。求你救救我母亲，只要能救我母亲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别着急寻死，你老公我能救。我妈都知道了，她还骗什么？这么没脑子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能救？婶婶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叔叔可是胰腺癌晚期，全世界都没治好的先例，他怎么可能救？别人治不好，就代表我也治不好。小子，你什么东西？学过医的都清楚，胰腺癌是癌中之王，一旦晚期必死无疑。抱歉，我没学过医。看来他不仅是骗子，还是神经病。没学过你还说能治好？治你妈呢！你敢打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管你是谁，再提我妈一句，这什么眼神？感觉像是被死神给盯着一样。苏明杰我能治，诊金5000万。听天命，你够了，不需要你骗我妈了，我会把另外10万给你，你走吧。5000万？你以为你神仙啊？抱歉，你们误会了，5000万只是让他醒，痊愈后你们还需给我1个亿，不还价。给你们3秒钟考虑时间，不答应我死。3、2。治，我治。婶婶，你疯了！我没疯。如果我老公真能活过来，1亿5000万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。就算他是骗子，我也要试。好，给我准备5000万，我现在就让他醒过来。都出去，治疗期间任何人不能进来。他也太有自信了，难道真能治好我吧？治个屁！我看还是报警，把这骗子抓起来好。绝对是个骗子。半小时前我才给苏先生检查过，虽然他还没脑死亡，但在医学界上已经属于死人了，神仙来了都救不活。你能遇到我，证明你命不该绝。昨晚吸收了木灵之气，就用大生命术救你吧。那家伙很快就会醒，我的5000万呢？真的？密码6个6，
里面有5000万。婶婶，听他胡说八道，叔叔就没醒。苏夫人，别被骗了，他就是进去走了个过场而已。这是我应得的。苏明杰会醒，但最多活7天。7天后若我没出手，依旧死路一条。妈的，这垃圾竟然还敢打我，还抢走了5000万！我要报警，让他坐1辈子牢。苏少，我认识治安局的署长，要不我联系他？好。妈，咱还是去看爸最后一眼吧。孙圣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他……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他这和死人突然复活有什么区别？明杰，我不是做梦吧？你竟然醒了！梦云，不是梦，我真活过来了。爸，你真被他治好了？治好？一墨，是哪位神医治好我的？他人在何处？怎么都不说话？你这畜生，就是想让我死！不熟的白眼狼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休想从我家拿走1分钱！叔叔，别啊！念在我爸对您的恩情上，滚！别让我再看到你！还有你这杂种，也给我去死！哪位神医说我只能活7天？都给我去找！7天内必须把他找回来！都给我跪在地上给他认错，否则谁也别回来！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那些是苏家人吧？苏明杰都快死了，怎么他们还在到处找人？青兰，苏家可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你没关注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听说苏明杰被一个神医救活了，死而复生，不过只能活7天。如果找不到那神医，苏明杰必死无疑。死而复生？苏明杰可是胰腺癌晚期，怎么可能治得好？我看是苏明杰已经死了，苏家怕集团出事，所以故意在放烟雾弹。算了，不管他们了。对了，你为什么昨天从秦家回来后无精打采的？和秦天风吵架了？没吵架，只是我1个月前才发现秦家长子不是秦天河，而是秦天命。那这么说来，你未婚夫是秦天命了？他的故事我听说了，回家3年没用过秦家1分钱，被秦家不当人对待，和秦家恩断义绝，做得很不错，我挺欣赏他的。请问认识这位吗？不认识，好年轻啊，叫什么？秦天命。秦天命，你好，那人照片可以给我看看吗？陆家要找的是他？前脚离开秦家，后脚就帮助苏家，苏家可是秦家的敌人，他这是想报复苏家吗？不可能，他根本不会医术，他是被苏家人盯上了，他有危险。你去哪儿？我去找秦天命。你不是一直很讨厌他吗？找他干什么？我也误会他了，所以想和他道歉，给点补偿，至少通知他参加我的生日宴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是你？买药，就之前的药材，不过要10倍的量。我操，10倍，那可是1000万！昨天还买不起，今天就能买1000万的药啊！抓药，这次我钱带够了，别浪费我时间。客人稍等，数量太大，我得联系胡老一下。药方真是这小伙子，那他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。人来了，药材可以准备了。小伙子，不知你贵姓？这药方叫什么？又是师从何人？我买药材，你能卖就卖，不卖我就换一家。我看了无数病人，就算是龙国的顶层之人发怒的时候，都没让我感觉如此恐怖。这小伙子来历绝对不简单。小伙子，你的药方让我惊为天人。我之前尝试配置了一下，是能改善体质的药方，可惜我水平不够，无法做到最佳配置。贸然记下你的药方，这是报酬。随手写了一个义气散药方，都能值200万。这叫益气散，普通人吃了能强身健体。强身健体，这么说来，无法治病救人了。可惜了，我有个好友身患重病，一直在寻找救他的办法，可惜没什么收获。我可以治好你朋友，但诊金很贵。多少？2个亿。小伙子，医者收诊金没错，但漫天要价就有失身份了。普天之下没我治不好的病，2亿诊金，物超所值。越来越能吹了，估摸着就是从某处得到了几张药方而已。罢了罢了，
咱还是谈生意吧。秦天命，这名字听着像是秦家的人啊。胡老，沈总来是为了公司药妆的吧？你们公司现在销售的是3星美容药妆，再往上就是4星了。这种配方都是秘方，一经典也没有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胡老，您认识的人多，我想找您打听一个人。巧了，老夫也正好想找你打听一个人。你可认识一个叫秦天命的人？胡老，您认识秦天命？他刚从我这儿买走了1000万的药材，他真是秦家人啊！1000万的药材，他哪来那么多钱？胡老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清楚。胡老，如果秦天命再来，您一定要联系我。天来，我们已经找遍了，还没有消息，要继续找吗？找，还要派人去找，我怕苏家对他不利。不错，花点时间将药材炼制成的益气散全吃了，终于突破到了炼气10层。什么情况？怎么飞起来了？变鬼了！炼气期虽然做不到筑基期的踏空而行，但短暂腾空还是可以的。你是人是鬼？说吧，谁派你？我是杀手，不可能说出雇主。是吗？说吧，谁派你？陈天龙，陈天龙是谁？为何要杀我？他是江南地下势力的老大，给了我300万让我杀你，原因我不知道。他住在哪儿？天香名都6号别墅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摄魂术而已。既然你想杀我，那就要做好被反杀的准备。队长，B级杀手暗枪死了。我们刚锁定暗枪的位置，他就死了。谁杀的？暗枪应该是来杀房间里人的，房间没人，还开着灯，快去看看。队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毒品？不是毒品，是丹散，品质很高，比我在龙魂内部吃过的任何丹药品质都高。江南什么时候出现这种炼丹大师了？事关重大，飞龙，你拿着丹散回龙魂，告诉龙王，咱必须找到此人。若请不动此人，务必让龙王亲自前来。是。苏康啊，苏康，给我1000万，让我杀一个普通人。只要苏明杰一死，我就能拿着把柄要挟你。到时候可不是1000万，而是10亿、100亿。田雷，你们在搞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就是陈天龙。你是谁？你派人来杀我，还问我是谁？你是秦天命。怎么会这样？苏康那小子不是说秦天命是普通人吗？暗枪呢？失手了。现在我问你答。小子，你挺狂啊！这可不是你能嚣张的地方。既然送上门来了，那我就亲手杀了你！你是地境宗师？什么地境？我不明白。现在我问，你答，懂？我说，苏家苏康给了我1000万，让我7天内杀了你。杀我？看来苏康想要夺走苏家财产。我只是帮苏康办事，你要报仇去找苏康，而且你不能杀我，我师父。爬过来。这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陈天龙手下，求你放过我。陈天龙可是玄境中期，是数1数2的高手，一掌就被他击杀。而刚刚外面的手下起码500人，竟被他一人干趴下了。
这哪是人啊？你能替我管好天龙帮吗？那行，只要你好好帮我办事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如果你有异心，下场会比陈天龙更惨。谢谢秦爷信任，我绝不会对秦爷有异心。我以为我会死，没想到摇身一变成了天龙帮老大。这别墅不错，我暂时住在，其他事情交给你去处理。给苏明杰传话，想见我就亲自来拜见。对了，哪里可以买到比较珍贵的药材和灵物？秦爷，3天后辉煌酒店有一场拍卖会，据说好东西不少，你可以去看看。行，这个你帮我准备好，全部送到别墅冷库内。感觉像是在地狱走了一遭，秦爷这压迫力也太强了。这，如今还未闭国，先买些生活必需品。出门没看黄历，在这儿都能碰到人妖了。滚开！跟我回去。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？秦叔很担心你。和你是没脑子，还是觉得我那天说的是话？秦家还担心我，3年来对我没有一丝关心。惺惺作态给谁看？给我滚远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敢骂我？以前的他从不这样的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陆家人到处在找你，青兰是怕你危险才让你回去的。你知道青兰这几天为了找你费了多少心思吗？亏你是她未婚夫，不仅不心疼，还骂人，你良心呢？这世上最不值钱的就是良心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心疼？给我滚！沈青兰，你最看不上的就是我，怎么现在又喊着是我未婚妻了？你心心念念的不应该是你的天河弟弟？我走了，不正好成全你和秦天河吗？我没有。没有，你说这话的时候良心不会痛吗？滚吧，我没找你麻烦算对得起你，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以为只要带他回秦家，给他补偿，一切都会回来，可没想到秦天命这是认真的，再也回不去。对，秦天命，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可苏家也不是善类，你要不想出事，就跟我老实回秦家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忠告。沈小姐，虽然我与你有过节，但你也不能凭空污蔑人吧？苏以沫，还有苏明杰，他没死，活过来了。果然苏家目标是秦天命，没有秦家保护，秦天命肯定会出事。秦先生，你可真让我们苏家找的好苦啊！如果再找不到您，我可能就死了。姐可是首富，对秦天命怎么会这么恭敬？难不成苏明杰真是秦天命救的？我不是没给你们机会，只可惜你们不中用。秦先生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道歉。只要你愿意救我父亲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秦先生，苏康那畜生我已经处理了，保证您永远看不到他。其他人我也都教训过了，还请秦先生原谅。青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苏家竟然对秦天命如此低三下四。我要买点东西，买完再说。秦先生，你要买什么？我陪你。苏家可是我们沈家最大的对手，他这是故意报复我吗？他怎么这样？你才是他未婚妻。他竟然让苏以沫陪他买东西。别说了，他也没错，我以前也从未将他当未婚夫。他和苏家走到一起了，我得将他的情况告诉秦叔才行。秦先生，东西有点多，我开车送你回去吧。你帮我买这些花了500万，没必要的。全当我给秦先生赔礼道歉了，所以求秦先生一定要救救我父亲。明天9点带2个亿，让苏明杰亲自来天香名都6号别墅。谢谢你，秦先生。这车借我用一下，我回去了。秦先生说笑，这车就当送您的礼物了。啊，你有救了，苏家也有救了。姐，来的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个人，这位是轩辕阁龙魂的龙牙组组长白秋山白上校。10宗之一的白秋山，都是虚名而已。这哪是什么虚名？3王5爵7雄10宗，这25人每个都是武道界的大人物啊！沈清兰见过白上校。天河，你竟然舍得放下这样的未婚妻加入龙魂？姐，秦家都要加入军部的，龙魂特种部队是将军摇篮，我决定加入龙魂选拔。对了，老田，你们秦家最近可发现了一位炼丹师？炼丹师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么问？这仅仅只是残留的一些药粉，都有如此强悍的药力气息。白上校，这是哪来的？品质未免太高了吧？我出行林州任务的时候意外弄到的，药已经被人吃了，若是拿去卖，一包这种药粉起码售价500万，所以我才问你，林州是不是出了一个炼丹大师？这么贵？姐，
丹药对武者来说很宝贵，能炼制出这种丹药的炼丹师，随随便便都能坐在医生店的头号交易上。说得对，此药价值不可估量，不仅可以提升我们武者的修为，还能治疗疾病，甚至能容颜常驻。容颜常驻，现如今我的美妆公司就缺这种东西，有了这个，在林州就不怕任何家族了。好厉害的炼丹大师，想必年纪应该很大了。买了不少药材，还治好了苏明杰，难道是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只是巧合而已。对了，姐，你今天来是为什么事？我在商场见到了秦天命，他现在和苏家的关系似乎很好。什么？这小子竟然和苏家这为富不仁的奸商搅在一起！天命哥也太过分了，离开秦家，竟然故意和苏家在一起，他难道不知道苏家是我们秦家死敌吗？老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家丑不说也罢。行，那我不叨扰了。上头给了任务，要不计一切代价找到那位炼丹大师。你若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说的那件事，你可要多多注意。行。天河，白上校刚刚说什么事要注意？上次天命哥抓了一帮毒贩，查后发现还牵扯海外势力，现在有海外势力潜入林州准备复仇，最近林州可能不太平。那秦天命岂不是有危险？如果他没离开秦家，自然不需要担心，可离开了就难说了。秦天命，你也配让青鸾姐担忧？你就不该出现。不过现在你的也活不了多久了。秦爷，按照您的吩咐买了5吨肉，但冷库储不下那么多，有些放在了仓库里，恐怕放不久。无妨，1夜之后就没了。5吨肉，1夜就没了。秦爷，那我先走了。炼器暂时遇到了瓶颈，所以今天就先炼体。这些肉就是最好的炼体材料。不愧是大血魄术，1夜之间就完成了炼皮、炼肉，成功断体5次。现在普通枪械都无法对我造成伤害了。秦爷，苏家人前来拜见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秦先生，还请您出手治好我的病。秦先生，钱我们都带来了。既然答应了，就会做。过来吧。不痛了，好了，彻底好了。秦先生，从今日起，您就是我再生父母。这可是江南首富啊！现在竟然跪在秦爷面前，秦爷到底有多恐怖？别跪我，你我只是交易。秦先生，卡里2个亿，钥匙是我在临阳的一处房产，还请您笑纳。好了，没其他事，你们走吧。对了，听说辉煌酒店有个拍卖会，进入需要资格。我明晚让以沫陪你去，他有入会资格。爸，你这是要撮合我和他吗？他虽然治好了您，但你也没必要把我推出去吧？我们和他只是交易。你觉得这个秦天密如何？长得帅，能力的话，只能说医术还不错。但我认识的青年才俊多了去了，他也就中等偏上。你所谓的那些青年才俊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爸，不说京都那些公子哥了，就江南朱家的朱英杰、秦天命都比不上吧？朱英杰算得上是江南第一才子了，但那是在秦天命没出现之前。以后的秦天命是朱英杰一辈子都要仰望的存在。没那么夸张吧？以沫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世界有多黑暗、多血腥。你没见过真正的强者，但我见过。那些强者举手投足间就能灭我苏家，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是蝼蚁，而秦天命就是那些强者中的一员。什么？女儿，你陪他去参加拍卖会，好好了解他吧，到时候你再做决定。我知道了。这说着就来了。你就是信口开河，说只要给2亿诊金就能治好我爷爷的人。按照药方拿药，年份不低于30。喂，本小姐跟你说话呢，你耳聋吗？第一，我不认识你；第二，你要请我看病态度好点，否则就给我闭嘴。哎呦喂，你这是在教训我！让我教训你也配？好啊，既然你信口开河，说这天下没你治不好的病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帮我爷爷看病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治好了我给你2亿，治不好我要你的命。钱小姐使不得，哪有治不好就要人命的？胡老，医生是不能信口开河的。
否则就要付出代价。你说对吧，秦天命？那我治好的话，换个条件。换个条件，无非就是贪婪。行，只要你治好我爷爷的病，条件随你开。我要你。完了完了！沈小姐作为江南第一家族的前家小姐，那些打她主意的男人几乎都人间蒸发了。男人，在江南不知多少男人打我主意，只可惜最后他们都没好下场。阿恒，别冲动！而这个阿恒武功极好，只要出手必定死人呐！怎么可能？没想到这家伙武功这么强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爷爷，我就是你的。小姐，没必要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并需要你教我做事，秦先生。既然约定已经达成，那你敢不敢去帮我爷爷看病？虽然他很厉害，但钱家可是江南第一家族，只要他去了，一切就由我说了算。当然可。切，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，还不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家伙。大师，这是真大师啊！胡老，怎么了？他写的药方比之前的更加精妙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。胡老，您的意思是？钱小姐，你爷爷得病，我无能为力，但刚刚那个人说不定真能治好，我也许是小看他了。胡老，连你也相信？能写出这种药方的人，医术绝对在我之上。只要能治好我爷爷，不管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付出。胡老，阿恒的伤势交给你，我先去追他了。师姐，他真和你说的一样，像狗一样往外爬呀！师弟，好玩吗？要不要更好玩？师姐，还有更好玩的吗？快教教我！这两人突然闯入，我只是询问他们来历，就被打断了腿。那女的更狠毒，居然直接掏人内脏取乐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师弟，想不想看高跟鞋是如何踩爆西瓜的？哎呀，师姐，我要看！住手！是谁？多谢秦爷。说吧，你们是谁？秦天命，我们是鬼阎王弟子。鬼阎王，你们是十宗之一，鬼阎王的座下无鬼。什么鬼阎王？我没听说过。三王五绝七雄十宗，鬼阎王是十宗之一，行事毒辣，被龙国官方拘捕后逃到了海外。而他一共有5个弟子，被称之为五鬼，每个都和鬼阎王一样狠毒变态。不错，我们就是鬼阎王弟子。不仅我们2人是，被你抓的金牙，还有杀的陈天龙也是。小子，知道自己犯事了吧？原主抓的金牙，我杀的陈天龙，原来都是鬼阎王弟子，难怪他们来找我麻烦。哦，原来我是得罪了一位了不得的人。知道怕了，现在立刻给我跪下！我可以考虑让你死的舒服点。他若不听话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让我生不如死，在这世界上能做到这一步，还没出生。哎，你竟然杀了我师弟，这可是我师父最疼爱的弟子，我师父绝对不会放过你，我师父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师父鬼阎王要是敢来，我就真把他打下地狱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既然这么喜欢你师弟，那你就下去陪他吧。别杀我，我求你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求你别杀我。哦，是吗？做什么都成。对，只要你不杀我，以后我绝对好好伺候你。先帮我把鞋擦干净。当狗当狗的人可真恶心，说什么都听。什么鬼阎王？眼前的男子就是个活阎王啊！而我之前竟然得罪了他。你跟踪我？让我把话说完。说。对不起，我给你道歉。
若只是道歉的，就别浪费我时间。秦先生，我是来请你给我爷爷看病的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爷爷，条件随你开。滚！他竟然这么绝情，难道是不知道我身份吗？秦先生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钱欣然，江南钱王府大小姐，我的爷爷是钱王。那又如何？不过这在江南只要听到我爷爷名号，任何人都得毕恭毕敬的才对，他却一点不在乎。秦先生，只要你治好我爷爷，条件随你开，我钱王府绝不食言，就算你说的要我，我也答应你。我说要你，不是要你身子，而是要你的命。竟然不是想和我做那种事，而是要我的命。行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爷爷，我的命就是你的。哦呵，这女人还不怕死。好，我答应了。秦先生，那请跟我来吧。田磊，帮我把别墅收拾一下，我去拿条人命后就回来。好的，秦爷。小姐，夜已深，钱王现在情况很不好，您还是别打扰他老人家休息了。他是爷爷的私人医生，廖医生。廖医生，这位是秦先生，医术高明，我带他来给爷爷治病的。小姐，你请了多少医生都无济于事，如今又叫个年轻人来，这是对我的蔑视。看来我还是离开比较好。那就速度滚！你找死！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要知道我爷爷身体一直很差，若不是廖医生照顾，我爷爷估计早死了。果然是毒。毒？说吧，什么时候给钱王下的毒？又是怎么下的？你是说，我爷爷被人下毒了？小子，别胡说！我是医生，怎会给人下毒？不说就算了。我说，我是……他又问廖医生问题，为什么又不让廖医生回答？廖医生这表现，明显是下毒了。我只是让你知道，他确实下了毒。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他下的毒应该得问他要解药才对啊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种毒还不需要用什么解药。这是什么医术？这简直就是仙术！爷爷，是你爷爷好，你的命归我。在地球上，人人都十分细腻，能为了救活亲人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真不多了。先生，你不杀我？你的命我暂时留着，什么时候我想要了，再通知你，你自己送过来。欣然，怎么回事？什么要你的命？爷爷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此人手段属实高超，不过欣然你放心，爷爷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你一命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钱王府上下应该好好清理一下了。竟然有人敢暗中对我下毒！地球的灵力稀薄，看来以后必须多找天才地宝才行，不然何时才能返回诸天战场？秦先生，我已经在别墅门口等你，今天就是辉煌酒店拍卖了，我来接你。好，我换身衣服就来。是个顶级美女，就算是前世我见过的女人，也没几个能和她相比。今天的他好帅啊，果然人靠衣装马靠鞍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秦先生，听说今天有一件重宝要拍卖，你若喜欢，可以多看看。好，不过以后别叫我姐姐了，叫我天命就行。好。天命，我先去停车，你在这等我。好。秦天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这一身装扮什么意思？准备参加青兰姐的生日宴会？他果然没忘了我，还记得我的生日。青兰，我还以为他不回来了呢。果然，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。哇，青兰，这是谁啊？好帅，介绍介绍呗。对啊，青兰，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帅气的朋友了？
也不跟我们说？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才好。沈小姐，你可真会自作多情。天命今天是来陪我参加拍卖会的，可不是为了你的生日。说的没错，有些人就会自作多情。进去吧。好。他是苏以沫男朋友，不是来参加青兰生日会的。他竟然是陪别的女人来的。我的未婚夫竟然和我的最大竞争对手走到了一起，真和苏家走一起了，这该死！青兰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别让这臭男人影响你心情。进去吧。这混蛋太不在乎自己未婚妻了，我倒要看看你和苏以沫到底怎么回事。刚好我爹也在拍卖会。可以放手了。天命，你别怪我，我只是想刺激刺激沈青兰。对了，你和他什么关系？他似乎很在乎你的样子。陌生人。还真是陪苏以沫来参加拍卖会的。女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老爸，我正好陪朋友在酒店过生日，顺便来拍卖会长长见识。有完没完了？大家都忙得很，不是来买这些东西的，赶快把珠宝拿出来。这人叫江鹤，江北的人，实力很强。鹤爷，小伙，今天这场子我看着的呀，是陆道远，咱们林州的武馆馆长。听说再进一步就是地境宗师修为了。江北的鹤爷也敢来我临江嚣张，这下踢到铁板了吧？鹤爷，玄境巅峰高手，告诉你，我时间有限，你们要是不想这场拍卖会被砸了，那就给我快点把东西拿出来。把东西拿出来吧。没想到竟然让陆道远妥协了，那黑爷似乎很强啊。那人别说话，很厉害。这就是爸所说的强者能靠着实力让一切妥协吗？我要是和他在一起，真能得到他的帮助吗？竟然是灵石，而且还是5块。有了这些灵石，我至少能提升到炼气13层。这次来对了。这玉石本是一位富豪的传家宝，但富豪家道中落，不得已拿来拍卖。大家之前也听闻过，先秦时期就有炼气士一说，而这5块玉石就是先秦炼气士炼制的一套法器，确实可以称之为法器。这么看来，这个世界曾出现过修仙文明。真是法器！如果买回去，就是福禄财喜寿加身，什么魑魅魍魉都不怕了。老子出1亿1000万，谁敢跟老子抢，谁死！我出1亿2000万。宋阳明，你可真有种啊！黑爷，麻烦了。江鹤，别以为老子怕你。黑爷，动手！出事我兜着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鹤爷，这是临江，不是你江北。你在我看的场子动手伤人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眼里了？老子花家1000万已经够给面子了，谁还敢跟我抢？怎么，陆道远，今天我就打了你要怎样？你想动手？爹，不要！陆教头可是我江南有名武者，玄境巅峰。还好这次酒店请了陆教头。陆教头是8级门传人，8级拳出神入化，无人能敌啊！我知道你，陆道远，玄境巅峰，8级宗师柳长弟子，知道家师，毕竟是10宗之一，自然知道。但我看来，10宗空有其名罢了，包括你师傅洪旺。天哪，这黑爷竟然能和陆道远打得难解难分。不对，刘道远似乎在勉强抵抗啊！如果输了，我们林州就颜面扫地了。教头竟然输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个黑爷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什么来历？黑盘，家师鬼阎王。什么？黑盘？鬼阎王大弟子江鹤竟然请到了他？龙国通缉鬼阎王，听说逃去海外多年，如今他的弟子陆续回国，难道鬼阎王也要回来了？诸位，我也不想为难你们，这东西家师要了，你们没意见吧？龙国和平太久，不知战为何物，个个都是废物孬种。天命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先走，这牌品我们拿不到啊。东西我要，谁敢动谁死。
你疯了，快坐下。别担心，疯子，我爹让我好好了解秦天命，结果还没来得及，他就要去送死。喂，你过去干嘛呀？硬气也不是这个时候硬气的，没看到我爹都不是他对手吗？年轻人快回来，东西让他拿走好了。年轻人想要扬名，也要看时机。你现在上去不是送死吗？我说了，那东西我要了，谁动谁死。这小子好像是和苏以沫一起来的。苏家的人这么大底气吗？苏家虽然有钱，但底蕴不够，没强者坐镇啊。爹，你能不能救下他？他是秦家的人。救不了，那个黑爷杀意已决。完了，这下秦天命死定了。小子，你谁？杀你！王旺！鬼阎王绝学，鬼炎拳，拳风呼啸，宛如鬼魂降临，罡风碰了就会将人体撕碎，十分残忍。那年轻人惹怒了黑爷，让黑爷下狠手了，死定了！怎么可能？垃圾！不可能！还有人想和我抢东西？这就是父亲所说的强者吗？这就是秦家看不上的子嗣。秦家怕是全家都瞎了眼了，竟然将这种人中龙凤赶出家门。秦天河根本比不上秦天命一根毛，今晚后秦家求他，他都不会回去。隔空取物，子谦，他真是秦家人。秦家什么时候出了个武道宗师？我也是体青兰刚说的，他就是秦家人，而且还被秦家赶出家门了。难怪他硬气的要和秦家恩断义绝，原来他是武道宗师。这种人物根本不需要依靠什么家族，反而是家族需要依靠他吧。这么牛逼的人物还赶出家门，人家真是瞎了狗眼了。走吧。好。刚刚我们老板说了，此事与鬼阎王有关，所以大家切记不能外传。青兰姐，今晚是你生日，他就在这儿，结果都不来祝福一声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子倩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青兰，你看到秦天命了吗？看到了，他刚刚和苏以沫走了。你为什么不留住他呀？为什么要留住他？他有什么资格让我？拍卖会的事不能告诉他，爸说过必须保密的。你到底怎么了？那个，我爸参加了拍卖会，我就去看了一眼，没什么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快回去吧。青兰啊，青兰，今晚苏以沫那个位置本该是你的，还有秦家竟然赶走一个能与十宗相决并论的人，这泼天的富贵是你们没把持住啊！我爸说要送你一套房产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行，你对我的态度似乎变了。之前我爸让我陪参加拍卖会，实际上我很抗拒，而且我也知道他的目的，所以心中有点不满。你不知道我真正是对你爸的安排不满是人之常情，而知道我实力后对我改观也是人之常情。如果你真想成为我的女人也可以，但要做好你不是唯一的准备。这男人要开后宫，说话还这么直白吗？什么？爸，你怎么了？我让你送的东西你送了吗？那套别墅送给他了，还有车子。哎呀呀，送少了，送少了！早知如此，我就应该送他10几个亿，不，50亿，全部家当都行的。爸，你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过？秦少能和十宗比肩，100亿都不一定能雇佣得到。不行，我得再去拜见，准备厚礼。明杰，你别急啊，这一点都不像你。你知道结识一个比肩十宗的宗师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可以保苏家100年不倒。曾经我拿出20亿，想见一个宗师都见不到。明杰，看你着急的，你难道不知咱们已经近水楼台先得月了？夫人说的是我乱了分寸。我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已经送给秦少了吗？不理你们了。以后少去公司了，多去找秦少培养感情啊！黑爷被一拳头打死了，你他妈在说什么？海爷，是真的。江鹤那边传来的消息，江鹤听说已经连夜逃到国外去了，生怕那年轻人找麻烦。混账！给我联系黑鸡和黑浩，让他们查查黑盘到底怎么死的。我联系过了，联系不上，可能已经出事了。不可能！给我去查，我就不信了，这林州还是龙潭虎穴不成？查出来到底是谁弄死的黑布，我要弄死他全家！炼气13层了，距离筑基只有2层。接下来一边提升修为，一边寻找筑基丹材料和炼丹炉就行。如今我的神识已经可以扩散到15米左右，实力也比之前强了几倍。钱家前往，特来拜会秦先生。这就是昨晚传的隔空取物。进来吧。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，这是宗师的真气外放传声，
看来秦天命真是宗师。真气外放，凌空悬浮，这哪是地境宗师，这是后天境宗师啊！有事说事。秦先生，当日你治好我后匆忙离去，今日特来拜会，并且送上谢礼。我的枕巾是钱欣然的命。秦先生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小姐的命。聒噪！秦先生，欣然贱命一条而已，你若不杀他，可以留他在身边做个助理，帮你解决琐事啊。命是我的，我想杀就杀，想留就留，你在教我做事。秦先生，既然你要我的命，那我现在就将命给你。你的命是我的，要杀只有我来杀，其他人都不行，包括你自己。秦先生，这是一株千年野山参和一株千年雪莲，当年我花了12亿拍卖得来的。隔空取物，不是虚言。真巧，这2味药草正好可以用来做筑基丹的材料。秦先生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人，我名下资产一共50亿，也会转入你名下。我身边确实需要一个人伺候，就你了。我是让无数江南男子疯狂的明珠，如今却要成为他的丫鬟，而他还不情不愿的。不过成为他的人，不仅不是屈辱，反而是我的荣誉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拿下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阿恒！阿恒，他原名叫花智，一切档案我都能在轩辕阁查到。轩辕阁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顾青梅，轩辕阁龙魂队员。我来这里是为了找秦天命的。找我什么事？你就是一拳打死黑爷，被称之为最年轻的宗师秦天命。怎么，你不信？你这么年轻，让我如何信你？知道能进入10大宗师的都是些什么人吗？是，你说的是。站住！脚踏虚空，不可能，这根本不是凡人能做到的。难怪爷爷说跟着他是我最大的机缘。顾组长，我们怕是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还是先回去告诉白丈校，改日再隆重来拜访吧。你应该庆幸你没有惹怒秦先生。走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看来是我唐突了，快跟我回去，告诉白队长。你可以去做你自己的事情，有需要我会联系你。这是个好机会，正好稳固我如今的修为。别走了，他到底是人还是神仙？大家快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是一个闪电球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错，借助木水雷3系之力，让修为稳固了不少。该回去了。那好像是个人在踏水而行吧？什么人？那是神仙，所过之处步步生莲。老秦，来就行了，带什么礼物啊？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，是龙魂白秋山送我的，服用后可强身健体，百病尽除。师叔，难道那纸上的药粉被研究出来了？对，按白秋山说，他们做出来的效果不及那炼药师做的5成功效，不过就算只有5成，都已经很好了。只可惜龙魂的人找配制这丹药的大师很久了，一直没能找到。若能找到，龙魂必定重礼邀请他加入龙魂，我以后也能仰望下人家了。没想到我们江南能出这种高手。对了，老秦，拍卖会上的事儿你也听到了风声吧？对，江鹤当时带了一个玄境巅峰高手威胁所有人，陆道元都被打败了，最后那高手却被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给击败。年轻人？昨晚老感觉子欣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，却没说出来。那个年轻人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他。老秦，我还听说那个人姓秦，还是你们秦家的弃子。怎么可能？秦天命从未修炼过，不可能是他。
本台消息，1小时前有路人在西子湖拍到疑似仙人出现的画面。这是特效吧？我看着像是那个逆子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他。若他真是仙人，我们秦家上下都得跪下给他认错了。也是也是，那逆子不学无术，怎可能是什么仙人呢？秦先生，白上校等候你多时了。秦先生你好，我叫白秋山，官职上校，是龙魂一部的首领。之前小顾对你有所冒犯，我是特意来道歉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。秦先生，我是有事而来，能否让我把话说完？说，我听小顾说你可以踏空而行，这手段我自认做不到，所以我想问问，你是否已经踏足天境？什么天大地的，我不知道。秦先生，你不清楚武道境界吗？你不就是想知道我实力如何吗？把枪拔出来。我拔枪干什么？现在明白我的实力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子弹都能用手指夹住。就算是10大宗师都做不到，你绝对是后天境宗师。秦先生，是我冒昧了，你的实力是我们仰望的存在。既然知道对我失礼了，以后别来烦我。秦先生，你有这般实力，为何不为国效力呢？我们龙魂正在广招人才。不想。秦先生，到了你这个实力，想要提升很难。如果加入龙魂，国家会帮忙寻找，而且你一旦加入，就是少将。少将？老大都是上校，若秦天命是少将，岂不是在老大之上？还能帮忙寻找修炼资源，这里修炼资源匮乏，寻找起来确实难，不然也不至于几块灵石都要上拍卖会。如果你答应我几个条件，我可以考虑。秦先生，请讲。1，我需要资源的时候，你们龙魂能提供就必须提供，否则我就离开你。2，无论是龙魂还是其他组织高层，都不能命令我做事。如果需要我帮忙，可以提前通知我。我要是想帮就会帮，不想我就不去。这明摆着侮辱龙魂吧？龙魂组织是多少人做梦都想进入的，他竟然还提条件。秦先生，我相信龙魂会答应的。行，那以后没事别来烦我。老大，这种条件怎么能答应？龙魂这么强大，没那必要求着他进入吧？你知道什么？21岁，实力远超我。等到他年龄和我一样，会是什么境界？现在还只是这2个条件，等他再厉害一些，肯定比这2个条件更加苛刻。为什么？就算是天境之中的先天境，也不该如此吧？你自己看吧。像是秦天命。队长，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自己看看新闻，1小时前的。这难道是秦天命？他这是修行了道法吧？你还没看出来吗？秦天命的实力根本不能用我们的认知来衡量。我懂了。所以以后你都留在林州市，给他当助理，他要你做什么，你都要无条件满足他。什么？我当他的助理？他身边不是有欣然了？这是命令。是。让你找的那个炼药师，你找到了吗？我动用了龙魂的情报网络，依旧没有找到啊。哎，若是能找到的话，我们龙魂的力量将会更上一层楼。老大，你说秦天命实力如此恐怖，他是不是依靠的极品丹药啊？他们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这不可能，他实力这么强，肯定一心扑在武道上，怎可能还有时间学习炼制丹药？也是。老大，海外传来消息，鬼阎王潜入龙国，让我们随时准备。不过鬼阎王曾经是老大手下败将，咱们不怕。鬼阎王逃到海外，加入了天神堂，有天神堂力量帮助，突破到后天境也是有可能的。这次一定不能大意。这是什么？我的资产全划到了你的名下，资产可以交给我继续管理，这样才能赚钱。但我就没法随时随地跟着你了。你去管理吧，需要你做事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。明白。那我先去公司，有事打电话给我。等等，你知道哪里能买到炼丹炉吗？炼丹炉很珍贵，很少会流入市场。我听说有西南医药世家用8个亿拍卖到过。帮我打听打听，有消息就通知我。好。秦先生，你的要求龙魂答应了，龙王将亲自给你授衔少将。今晚举办宴会，需要你出席和大家认识认识。龙王我可以见，其他人就算了，我不想暴露身份。好，我会传达给龙王的，地点在辉煌酒店。乖乖，今晚是怎么了？
这么多豪车，而且很多还是官方的，不少家族大佬都来了，这是有龙国高层莅临林州了。到底什么事？今晚怎么有宴会？今晚可真热闹啊！我听我爸说，是龙魂的楼王亲自来林州了，而且是给人授衔少将的。在这和平年代，还有人能受封少将，这是什么样的人物？待会儿我一定要好好瞻望瞻望。天河，你才20岁，那少将年龄肯定也不小。你到了那个年纪，说不定也是少将呢。青兰姐说的没错，青兰可说错了。英杰哥，你回来了！朱师手的公子朱英杰回来了。英杰哥，你刚刚说我说错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今晚授衔的少将，我听我爸说了，年龄不超过25。什么？不超过25？英杰哥，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少将？若不是我父亲跟我说的，我也觉得不可能。欣然，你来了。朱公子，你好，我来帮秦天命庆祝，怎么会在这儿碰到追我很久的朱英杰？快看，秦天命也来了。秦先生，你来了。钱欣然地位很高，能让他主动打招呼的没几个，而这人还回应的这么冷淡。欣然，这位是谁？秦天命，我的朋友。你好，我叫朱英杰。既然你是欣然朋友，那就是我朋友。秦天命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这是朱英杰，朱家长孙，世手之子。秦天命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朱世手我听说过，林州被他治理还不错，但这和他儿子有什么关系？他儿子配合我握手。还好这家伙已经脱离了秦家，否则这事若是传出去，秦家就麻烦了。他以为攀上苏家就能为所欲为了吗？苏家在官方面前算什么？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秦天命，你平时不学无术，疯疯癫癫也就算了，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？秦天命，你赶快给英杰哥道歉。又开始让我认错道歉，让我道歉，他也配？秦天命，你真的无可救药。秦天命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真以为靠着苏家就能藐视朱世手了吗？秦天命是吧？不错，你很不错，我记住你。秦天命得罪朱英杰，完了。秦天命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倚仗啊？那可是朱世手的儿子啊！我秦天命从不需要任何倚仗。不可能，他绝对有倚仗，我必须要弄清楚。子星，你怎么和他坐一起啊？刚刚没跟上你们，就跟着钱小姐了。现在别和他在一起了，以免受牵连，到时候你家武馆都可能开不下去。没事，我留在这儿陪陪钱小姐。我今天必须弄清楚秦天命有什么倚仗。哟，这姑娘有点眼光啊。奇怪了，秦天命怎么会认识钱欣然的？钱小姐性格就这样，从不按套路出牌，说不定她就是想看看秦天命后续会怎么样呢。算了，不提他了，说说别的。也不知道今天那少将到底是谁？25岁的少将，前途肯定不可限量啊。对啊，若是能结交一番就好了。有什么直说。秦少将，龙王已经将您的事儿和世手他们说了，所以还是和大家见个面吧。那个少将是你？我之前怎么说的？秦少将，我这就去告诉龙王，让他将事情安排好。那个少将是你？不行吗？行，你当得起少将。秦天河比不过秦天命一根毛。青兰，你知不知道你未婚夫到底是什么人？这种人我都心动了。知道暴露我身份会是什么下场吗？我懂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秦少将，龙王让我给您道歉，是他考虑不周。但是少将的事已经对外宣布，考虑到宾客都想见您，所以龙王会对外宣布您的名字。等宴会结束后，您只需见见龙王和江南的几个高层。您看这样如何？行，对外就说我叫秦绝天。是。诸位，刚刚得到消息，由于公务繁忙，秦绝天少将将无法与大家见面。不是吧？我来了。毕竟是少将，公务繁忙可以理解。不过秦绝天这个名字倒是头一次听说。青兰姐，等我加入龙魂以后，绝对超过秦绝天。青兰，秦绝天可是你未婚夫啊，可惜一切都让你错过了。
龙王，秦觉天少将到了。诸位，秦少将马上就到，准备一下吧。英杰，别有压力，待会儿和少将多说几句话，喝几杯，交个朋友，对你以后有帮助。爸，您放心吧，不足25就是少将，放眼整个世界，无人能敌。就算是我父亲都得跟他客客气气的。到底是谁呢？诸位，这位就是秦觉天，秦少将。是他。果真闻名不如见面，比起白上校给我的照片，你还要年轻不少啊。秦少将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爷爷，秦少将，这位是龙王夏长庚。是吧？这也太冷淡，太糟了吧！这可是钱王和龙王啊！秦少将，我叫朱峰伟，临江市市守。朱市守啊，你好。英杰，还不快来见过秦少将？秦少将，这是犬子朱英杰，你们是同龄人，大家认识认识。英杰，怎么回事？还不快给秦少将打招呼？秦少将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给您道歉。英杰，你得罪秦少将了？刚刚在酒店门口的时候，朱英杰和秦少将起了点冲突。混蛋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秦少将，犬子不懂事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秦少将，今日你受衔是大喜之日，别为了这种小事坏了心情，给我一个面子，别计较了。龙王都开口了，那就算了。之前我跟你说，你不配和我握手，不配让我道歉。现在懂了，我错了。别灰心，你还年轻。爹，影响你仕途了。别担心，我马上要调任龙都。秦少将只是龙魂少将，不能影响政务。如果他进入轩辕阁就不同了。只是想要进入轩辕阁又有多困难？既然临江出现了比你更加耀眼的，你就要以他为目标，超越他。下次再见你，我不会再抬不起头了。不管是10年还是30年，我一定会超越你。爸，你也没见到那位少将。听说少将来是来了，但只见了几个高层，我的级别差多了，没能过去。真想看看那年轻少将长什么样啊！一口一个少将少将的，我早晚有一天要超越少将。子欣，青兰，有事吗？你在找谁？我就是看看那位少将在不在。我知道你喜欢功名显赫的男人，但那少将就算在你面前，你也不认识啊。青兰，不是我不想说，是说了我会完蛋啊！而且你知道了，恐怕也承受不住吧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没事，我们回去吧。秦天命，他怎么会和那些人在一起？刚刚那个给秦天命开车门的是钱王吧？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子欣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，我有些累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子欣好奇怪啊，突然说要陪钱小姐，但是感觉她好像在陪着秦天命，总不能秦天命是那个少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青梅，你来了。他就是秦少将。对，秦觉天，秦少将。我们龙魂殿的人，哪个不是身陷火海、杀敌无数，立下赫赫战功，慢慢爬上去的？这小子凭什么一加入就能得到少将头衔？唐少校，白上校现在什么情况？全身多处致命伤，生命垂危。医圣殿派来一名神医救治白上校，但就算能救回来，白上校的修为估计……邱院长，医圣殿神医来了吗？来了，这位就是叶晨，叶神医。他神医？邱院长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他看起来才23、24岁。他就是医圣殿派来的，还有令牌啊！我的医术也是你们能揣测的，若不是看在白上校为国立功的份上，我都不屑出手。能治就治，不能治就滚，轮不到你在这里装逼。我不能治，你能？我脾气不好，不想多说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滚，等下可别跪着求我治疗。对了，我还有外号叫不治邪医。你就是不治邪医？什么不治邪医？邱院长，他到底是谁？这段时间，龙都出现一名神医，一手阵法通天，号称没有他治不好的病，外号不治邪医，就连医神殿的几位都求着要拜他为师呢。哼，现在知道我身份了，但我没心情治病。白上校身上6处致命伤，心脏被打入一根钉，钉子上还有毒，因为噬心黑毒。只看一眼病人就知道情况。普天之下能治好他的只有我叶晨，我还能保证他修为不丧失。逼都让你装完了，接下来轮到我了。怎么可能？
然一巴掌就治好了白上校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跪下来求你治疗白秋山？你是不是以为需要等你掏出什么针啊药的才能治好？我治病不用针不用药，所以才告诉你，能治就治，不能治就滚，懂？怎么会这样？明明应该是我治好白秋山，震惊红鸾，从而得到军部的支持。不过还好，他还没有拔出钉子，还没能解毒，我还有机会。秦少将，真是没什么，随手治好了你，倒是你身为10宗之一，怎会被打成这样？鬼阎王潜入想要找你报仇，我得到消息去追杀，结果却发现是圈套。我被3个巅峰宗师围攻，最后拼死逃脱。3个海外巅峰宗师都来江南了。看来鬼阎王来报仇只是其中一个目的，可能还有更大的阴谋。罢了罢了，我出手杀了那3人吧。不过事后你们龙魂得给我弄来我要的东西。多谢秦少将，我这就动用情报系统锁定那3人位置。想要锁定那3人，我倒是有一种玄门道法可以帮忙。你是白上校，我是叶晨，你要找人我可以帮你找到，你身上的钉和毒我都能帮你去除。垃圾，你怎么还没滚？你如果想要找到那3人，就必须找我帮忙，只要3天我就能找到。3天，我只需要3秒。剑术，乾坤无极，诸天追踪，大追踪术。秦少将，这是锁定了，在江南省西南的一处丛林中。顾青梅，准备直升机出发。是。白上校，这秦少将，现在你服气了？我服了，彻底服了。有这等能力的人，能够直接成为少将是够格的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明明我才是主角啊！每年一次的森林探险，本来朱少要一起来的，这次说有事不来了，那就咱们去吧。这位是关豪，和我一样，都是玄境初期武者。豪哥，这次我跟老板说好了，会更加深入，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掉队，否则出了事后果自负。放心吧，豪哥，我们肯定会跟着你。这谁啊？好恶心！他叫牛勇，是老板请来的。这种人跟着我们，不会图谋不轨吧？放心，有我和天河保护你，没人会威胁到你。对啊，朵朵，你可别忘了，我是玄境初期。关豪，这些就是你要带的人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要深入无人区吗？几个城里的公子哥大小姐，还是赶快回去吧，别拖累我们。周姐，他们都是富家子弟，这次出行又没有风险，你就别计较了。带他们跑一趟，咱们可以赚不少钱呢。行吧，行吧，不妨碍我们就好。豪哥，这周姐什么来头？从龙都来的，为了寻找百年珠果。这人呢，怎么还是个道士啊？天河，别乱指人，这可是玄清道长，厉害的很呢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出发吧。秦少校，您确定鬼阎王就躲在这森林中？对。好，那我这就呼叫支援。不用，几个垃圾而已，我一个人就能搞定。你先回去吧。几个垃圾，那可是差点杀了白上校的存在啊！那我们降落？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就这么跳下去了？是青兰姐的声音，她人呢？我一醒来发现青兰姐没睡在身边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值班啊，看到她突然跑出营帐，怕她出事，我就跟了过去。你胡说！我去小姐，你这混蛋，你敢偷看？小哥，我是为了她的安全，大半夜一个女人突然离开营地很危险的。行了，小事情，全都去睡觉，明天还要赶路。这位小哥，我很讨厌你看我的眼神，如果你把你的女人给我玩玩，我可以放过你。天河，忍忍，这半夜的多无聊。这位美女不愿意，不如就你来吧。你找死！周小姐，她熟悉这里，还需要她，算了吧。各位回去休息，不要再闹。哦，是豪哥的声音，出去了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关豪呢？怪物！有怪物！关豪被怪物抓走了。但是怎么办？怪物，怕是什么冷兽吧？这么说来，就在周围喽。什么？放心吧。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去看看，这人是神仙吗？刚刚森林里有个老虎一样的怪物追我，而这人像天神下凡一样从天而降，将怪物给踢飞了。浩哥，你在这儿啊？刚刚怎么了？秦天命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是为了保护沈清兰安全，故意来的？秦天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关你屁事！什么叫关我们屁事？我们是大部队来这里的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关心你一下有错吗？天河，你认识这位救我的朋友？他叫秦天命，算是我们的朋友吧，所以能不能带上他一起？他一个人很危险。我去，这么厉害的人能跟着当然好了，就怕他不愿意。刚刚不是说怪物吗？怪物呢？邹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。你带着人回去休息吧，接下来交给我。那就交给你了，我不希望再出现问题。秦天命，能不能和我们一起走？走。太好了！周姐有一张地图，说是能找到100年以上的诸国。100年诸国，难怪鬼阎王等人往这里跑，原来这里面有100年诸国。看来筑基丹的主材料有了。你又干什么？让开！你不是要上厕所吗？爷陪你去，保证你安全啊！滚！畜生！今天老子不教训教训你，老子名字倒着写！干什么呢？周小姐，和我没关系，是这个小哥不长眼过来找茬，我是被动防卫。你说对不对啊，秦小哥？我随便在这里找了一个向导，这里怎么这么巧？周小姐，游泳不是我们能管的，他们吵就让他们吵，别影响到我们的计划就行。那行吧，可别闹得太过了。放心吧，周小姐，老牛我可不会杀人，只喜欢弄点乐子。你放开他！这位小哥，退伍兵王对吧？怎么连我一巴掌都接不住啊？你是地境？怎么，老牛我一副吊儿郎当样，就不能是地境宗师了？你放了天河，是我们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嘿嘿，老牛我最喜欢女人，尤其是你这种大美女，只要你让我玩一晚，我就放了这小哥。不行，我可以给钱，你要多少都行。嘿嘿嘿，美女，老牛我实力那么强，要钱只是一句话的事儿，我不差钱，就喜欢你这种大美女。你要是不给我玩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他是林州秦家少爷，他父亲是秦霄，如果他出了事，你肯定不会好过。老子亡命之徒会怕秦家？就给句话，给不给我玩吧？不行。不要答应他！秦天命，你快出手帮忙啊！关我屁事！怎么就不关你的事儿？静兰是你未婚妻，你要看着你未婚妻被人玩吗？我想说错话了。小哥，那女的是你未婚妻？不是，你爱怎么玩怎么玩，滚远点，别来烦我。哎呦，小子，我看你挺能装啊！我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装逼了。我也是，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装逼。他居然这么厉害！果然，这小子不简单。这怎么可能？好小子，不仅装逼，还扮猪吃老虎是吧？老牛，别闹事了，小子，那就让你多活一会儿。玄清道长，这小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似乎身手不错。他和老牛一样，都是地境宗师。地境宗师？他怎么可能是地境宗师？不可能！他之前好像从未练过武啊，怎么突然就成了地境宗师？秦天命，这次多谢。滚！我只是想向你道谢。滚！别来烦我。你有必要和他闹得这么僵吗？他是受害者啊。青兰，别哭了，他可能还在怨恨秦家，等以后他了解你了，就不会这样了。子熙，我只是想跟他道谢而已啊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地境武者了？我怎么会瞒着你呢？别想这些了。周小姐找你有事，让你过去一趟，让她自己过来。你虽然是地境修为，但周小姐可是龙都的小姐，你也看到了，她随意就能雇佣玄清和牛勇2个强者。她让你过去，是看你有前途，准备提点一下你，别不识好歹。再说一遍，没事别来烦我。不就是一个地境武者吗？最多就是初期，竟然敢在我面前摆谱，这要是在龙都，我非得让他跪下来求饶。算了，周小姐，天快亮了，尽快寻找100年诸果吧。按照地图，也就2天路程了，天亮就出发。有地图，看来还得跟着他们。秦天命，我们好好聊聊，行吗？我们关系有必要闹得这么僵吗？自始至终，我们2个都是受害者，婚约是老太爷定下的，我也没得选择啊。我现在不是秦家人，没有所谓的婚约，所以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你有那么好的身手，如果告诉我或者告诉秦家，我们都不会那么对你，更不会逼你离开秦家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后悔了？后
后悔，说不上吧。虽然我对长辈定下婚约不满，但我从没提过退婚。你之前对我冷眼相待，不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，让我明白我跟你不可能在一起，让我主动提出退婚？曾经我对秦天命冷眼相看，无论他如何付出，我都不在乎，就是为了让他知难而退。对不起。别在我面前哭，我最烦你这种人。两人明明有婚约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这里灵力充沛，肯定有天才地宝，不过里面还有别人的气息，看来就是鬼阎王。里面是有什么怪物猛兽吗？周小姐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这里面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看还是别进去了，反正我们也是探险，不是去采摘什么药材的。朵朵说的不错，我们没必要去冒险。秦天命，你别进去，你又不采药。你小子干什么？谁让你进去的？这小子会武术，看来目的也是朱果，不能让他抢先一步。正好，老子去杀了那小子。就是这味道，和古籍记载的一模一样。这里绝对有朱果。你确定？绝对错不了。朱果被称之为灵果，有超过300年，甚至能起死回生。太好了，都给我去找，找到了奖励1000万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朱果了。你们是谁？你是鬼阎王？哟，老夫离开龙国10多年，没想到还有人认得我。你是谁？阴鬼宗传人张玄清。哦，原来是玩鬼的阴人啊！我不管你是谁，那果子我要了。周小姐，别冲动。玄清大师，我请你来，不是怕这些人的。周小姐，你难道没听过鬼阎王的名号吗？我才不管什么鬼阎王、白阎王，我只知道那果子是我的。老夫离开10年，看来龙国已经有不少人不知道老夫威名了。那我现在就让周小姐记住好了。鬼阎王，她是龙都周家小姐。不管什么周家不周家，妨碍我们就得死。对，这300年朱果是我们的，谁敢染指？300年朱果？对，不然我们为何冒死潜入龙国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是龟鹤兄弟。没想到龙国还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就是南阳的龟鹤兄弟。周小姐，看来这朱果你是拿不走了。牛勇，是不是你告诉过他们朱果在这儿的？我就说为什么能碰巧遇到你一个地境宗师，你果然有问题。不是你说有地图吗？老牛我就只能跟着你了。这不，终于找到了。各位，这是龙都周家大小姐，你们清楚周家势力的。这朱果乃是周家太爷救命之物，你们开个价，100亿都行。这里若是龙都，面对周家，我们自然不敢放肆。可这是深山老林，就算是龙国国主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完了，在这里被杀，周家也不可能为我报仇。别废话了，人杀了，拿走朱果，免得败露。曾经的阴鬼宗确实有点本事，不过传承已断100年之久，已经不足为惧。嘿，后天真罡，你已经是后天境了。哈哈哈，老夫现在还不是后天境，只是初具后天真罡。只要拿下这朱果，我就能真正踏足后天境了。周小姐，对方已经半步后天，还有2个地境宗师，我无能为力了。我爷爷还等着朱果救命，赶快走吧，留下来会出事的。周小姐，老牛喜欢女人，你若是让我爽一爽，说不定我可以让黑老大给你朱果。你这头色牛，这女人直接拿下不就好了？哪来这么多屁话？嘿嘿嘿，鬼老大，你不懂，这种抗拒又不同意的女人玩起来才带瘾的，打晕了用强的多没意思啊！周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不过今天事务繁忙，必须得用强的了。哈哈哈。夺朱果除后患，1石2鸟，太值了。好像还有别的发现。哈哈哈哈！孽畜，敢坏我好事！这里能诞生朱果，我就知道绝对没那么简单。2头变异异兽，我们今天全都要死在这里。是你，小子，你怎么过来送死？快离开，将这里的消息传出去。不错，不仅有血果，还有2头异兽，这趟来的太值了。这人是疯子吗？不对，周小姐，说不定有这小子很……那也就比牛勇厉害一点。你刚刚没看到牛勇怎么死的吗？未必，之前第一眼看到他就感觉很奇特，现在更是能淡定站在猛虎面前，能做出这种举动的。区区畜生也敢在我面前张狂！血龙伏魔拳！一拳打爆了老虎脑袋！完了，这头老虎发疯了！自从来这里后，一直没用过雷电之力，现在可以试试。雷来，大此消术！
真人？我刚刚是在看特效大电影吗？9天应玄神雷落，世间妖魔尽伏除，真乃道法真人。在下阴鬼宗传人张玄清拜见秦真人。你是鬼阎王？鬼阎王拜见真人，真人难道认识在下？你要来杀我，当然认识你。真人，您这话是何意？我对您并无恶意，而且之前也从未见过你。我叫秦天命，因为追踪你而来到这里，不过也感谢你能让我来到此地。你就是杀了我5个弟子的秦天命？对，作为感谢，我留你一个全尸吧。你真是道法真人？周小姐，不得无礼！秦先生，这朱果是我们周家先发现后绘制的地图，所以您能不能把它还给我？你们周家先发现的？我出50亿，不，100亿，把它给我！我是龙都周家的大小姐，你若敢抢，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周家算什么东西？要报仇吗？不敢！把这些尸体带出去，交给龙魂的人，守在山谷外，我要突破了。白上校，真是秦真人让我交给你的尸体，他暂时还不会出森林，你不用去找他了。我已经尽量高估了秦天命的实力，但如今一看还是低估了。22岁的真人，这已经不是失踪能比颠的。玄清大师，你看到秦天命了吗？他怎么没出来？小姐，有些事你就别问了，赶快走吧。引动天地异象，这难道是仙人渡劫？秦真人这是突破了何等神仙境界啊！近15层极境，让我修为大增，更完成了5次炼体，我已无敌了。恭喜秦真人出关，弟子10年愿拜真人为师，终生侍奉左右，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。拜我为师，你资质太过平庸，根本不够资格。不过，看在你这7日尽心守护的份上，我准你以随从的身份跟在我身边。多谢真人，多谢真人，能追随真人，已是玄清3生有幸。跟我走吧，该回去了。1小时，原本3天的路程，竟然1小时就到了。我急需炼制筑基丹，服药一齐，只差一尊有品阶的炼丹炉。你可有线索？有，西南医药世家宋家便藏有一尊极佳的炼丹炉。你去西南走一趟，若能取来，我便指点你修道之法，助你更进一步。真人放心，玄清万死不辞。终于通了，你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？最近有点事，离开了林州一段时间，现在正往回赶。我来车站接你。好。林州可是省会，最牛的就属苏氏集团，不是我吹，我哥在里面当高管，想进去工作，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我和闺蜜来林州找工作，碰到陈强，一路吹嘘个不停，好烦啊！好帅，这气质比那些大明星还要出众。帅哥，你也是去林州找工作吗？不是。哟，哥们儿挺高冷啊，看你这年纪，不去苏氏集团试试？到了林州，我让我哥给你安排个保安当当。聒噪！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？陈强，别人在休息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我这不是怕兄弟去林州找工作找不到，让我哥帮他推荐一下吗？我也是好心啊，兄弟，看你年龄跟我差不多，要不我帮你带你去苏氏集团看看，长长见识。苏氏集团老总都要亲自来接我，需要你带我去看？你什么玩意？这小子怎么这么高冷啊？难道不知道苏氏集团有多牛？美女，要不加个微信，等下好联系啊。不用了，我这人不喜欢添加陌生人微信，以后熟悉了再说。那好吧，看到没？那是我哥的车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车只能坐4个人，座位不够了。哥们儿，你只能自己打车了。陈强，你就是故意针对他。我可没有，车里真挤不下。那我们也不坐了，我们陪他一起打车。别啊，千桐，我开玩笑的，挤能坐下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们一起走？有人来接我。劳斯莱斯来接你一个找工作的，吹什么牛啊？天命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上车吧。这不是苏氏集团的苏总吗？苏总，我是集团经理陈瑞啊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没印象，别挡道。天命，这几位是？与他们有缘，在车上认识的，两人刚毕业，想进入苏氏集团工作。这样啊，我帮你安排一下。我把照片发你了，安排这2人入职。对，现在。好了，走吧。小强，怎么回事？你不认识那位贵人？什么贵人？苏总苏以沫啊，苏氏集团继承人，他亲自来接的人还不是贵人？你们不是一起的吗？要真是朋友，我在苏氏集团岂不是得平步青云？朋友贵人，刚刚你弟弟还在挤兑那个贵人呢。老子早就告诉你，别到处显摆。现在好了，还敢挤兑苏总亲自接待的贵人？哥，我也不知道他来头这么大呀。我不联系你，你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找我？最近有些事，刚离开林州几天。苏以沫，你拒绝本少爷的邀约，就是为了跟这个小白脸厮混？人江山，我
我早跟你说过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谁要跟你单独吃饭了？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抢女人！你什么东西，也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袁绍，你敢打我？我可是江北人家三少爷，我人家有后天境大宗师坐镇，我让你死无全尸！看来这是人家家族，苏家也许还能帮忙。以为和苏一墨在一起就能为所欲为了？就江北人家算什么东西？袁少爷，打你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饶命！滚！走吧。任江山如此高傲，竟然会给秦天命道歉。秦天命到底有多强？秦先生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这些天秦天命不在家，我来这里找他，结果每次都碰到了钱欣然。虽然钱欣然说是他助理，但孤男寡女的住在一起，任谁都会想歪吧。天命，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住在你这里？一个愿赌服输的丫鬟而已。苏总，我是负责给秦先生暖床的丫鬟哦。别胡说。苏小姐，是不是要留下晚上陪我一起给秦先生暖床啊？我才不留呢。秦先生魅力可真大，林州双珠都对你有意思呢。你已经查到我和秦家的关系了。不过秦家目前并不知道你的成就，若是知道，怕是会后悔无比。至于沈清兰最近一直在查你的事情，貌似对你很好奇。随意吧。对了，秦先生，我二叔一直想见你，不知你何时有空？让他明天来吧。我难道就这么没有魅力吗？他看都不看一眼，要是其他男人，估计早扑过来了。欣然啊，欣然，你还要多努力，这样的男人世间少有。秦先生，久仰大名，多谢你治好我大哥。秦先生，这位就是我二叔钱其明。废话少说，找我何事？秦先生快人快遇，那我们去西子湖片走走如何？秦天命竟然跟着你，只会毁了他一生。我要带他去龙都，不可能！你以为在江南有点成就就能目中无人？在我眼里，你只是这江南小池塘里的一条鱼，根本比不上龙都的那些天之骄子。钱其明，别打他的主意，否则我照样宰了你！狂妄小辈，钱二爷给你机会，你竟不知死活！蝼蚁也配在我面前盈盈狂吠？狂妄自大，不知所谓！秦天命，给老子站住！全是武者，而且实力看起来还不错，谁家有这么大能耐？江北人家三爷任雄熙。三爷，这就是差点杀了江山少爷的人。钱启明，你听到了？他跟我没关系，你随便。二爷，五大高手围剿，这小子今天必死无疑。我们正好在一旁看戏，正愁带不走欣然，他要是死了，我就可以将欣然带走了。小子，我现在给你两条路：第一，自断双腿，跪满1天1夜，然后滚出江南；第二，死。5条被圈养的狗也敢在我面前狂吠，很可惜，我选第3条路。第3条路，你有什么遗言可以说出来？我选的第3条路，那就是送我上路。妈的，狂妄至极，给我杀了他，把他做成肉泥！五大宗师，弹指之间全部被击毙。你是后天境大宗师，这不可能！他一共踏出5步，1步杀1人，这人家任三爷任雄心是吧？回去告诉人家，他日我秦绝天踏入江北，让你们任家上下全部跪下来给我道歉。秦绝天，轩辕阁最年轻的少将，我刚才竟然……原来他说的蝼蚁是我。秦先生，以后别跟我玩这些，你是我的人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带不走你。我二叔就是不信邪，这件事一过，他肯定不敢再来了。秦少将，龙王想让你回军营一段时间。不去。龙王让你回军营不是做事，是为了保护你。最近国内不太和谐，一些海外高手来到境内，想暗杀一些国内强者，以此来削弱龙国战力。不去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杀我。那好吧，秦少将若是有什么事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龙魂能帮我找到炼丹炉吗？
秦少将要炼丹炉，难道是要炼丹？之前的丹伞，难道真是秦天命炼制的？不可能吧？你只需要回答我，能不能弄到？一圣殿有，但不外借。我会尽可能的帮你寻找，有消息立马通知你。对了，人家在国内很有威望，这次的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要不要龙魂出面调解一下？不用，人家若老老实实待着，还能苟延残喘；可要还敢得罪我，下场就是灭门。对了，欣然，你知道哪里有上好的玉石买吗？青山镇就有，而且1年1度的江南江北比武正好开始了，这时候是最热闹的，玉石也就在此时开放购买。你若想要玉石，去那儿最合适不过。比武就是一些武林人士聚在一起弄的比武，专门分谁强谁弱的。天龙帮不是你的吗？田雷也会组织人去参加比赛的。原来如此，那正好去看看。秦月天太无法无天了，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不过他是龙魂的少将，这件事又不能做得太过火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爷爷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根据三叔和江山所说，秦觉天和苏家有关系，那我们就先针对苏家。苏家虽是江南首富，但发迹不过20年，底蕴无法与我们相比。以我人家的实力，完全可以封杀苏家。我们虽然不好直接对秦觉天动手，但可以请杀手。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孙儿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孙儿已经联系了世界第2大暗杀组织夜幕来帮忙。最近敌人越来越多，得买一些玉石来炼制护身符，随时可以保护。而这天家镇内就有完美的玉石。秦先生，东清镇在3省交界，是个3不管地带，那里的黑市有您要的上等玉石，不过全凭眼力，很容易被坑。无妨，只要东西是真的就。您放心，我已经联系了一位长眼专家，只要炼成护身法器，海外那些杂碎来多少杀多少。欣然，这位就是你说的秦先生。江南可没什么有名的秦家，不会是哪个乡下来的穷亲戚吧？杨少，请放尊重些。尊重，在东清镇，实力才是尊重的本钱。对了，你们江南天龙帮的陈天龙怎么没来？是输怕了，躲在林州当缩头乌龟了？陈天龙死了。死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谁干的？我杀的。就凭你，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你要能杀他，老子我……说话注意，不然下一个去见陈天龙就是你。入强3分，内劲外放，地境宗师。走，去酒店。秦天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秦家主，我在哪里，与你何干？别以为学了点武艺就不知天高地厚。这次挑战赛高手如云，根本不是你能掺和的。立刻给我滚出东清镇！该滚的是你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自寻死路，不用管他。为什么他又和钱小姐出双入对，之前还和苏以沫在一起呢？在森林的时候，是他救了我，他却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这都怪我，我这些年伤他伤得太深了。这么晚了，谁会来见我？难道是秦天命？肯定是他。白天他不好意思跟我说话，晚上想找我聊聊。毕竟我们也认识这么久了。天河，怎么是你？姐，上次探险回来后，你就闷闷不乐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我没事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姐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为什么要故意疏远我？是不是因为秦天命？你难道就那么在乎一纸婚约吗？他这是在嫉妒秦天命，甚至怨恨秦天命吗？秦天河出生就被秦家溺爱，他凭什么嫉妒秦天命？秦天命难道就不值得被关心吗？天河，注意你的身份，秦天命是你哥哥，就算不尊重他，也不能贬低他。青兰姐，你不必向我解释，你自己怎么想，
你心里有数。秦天命都是你的错，为什么你要出现？你以前不如我，未来也肯定不如我。秦先生，既然都来了，那就看看吧。江南那边的大佬都来了。今年规矩不变，守擂弓背以江南、江北、西江为阵营，最多3人，胜者留在台上，一旦上了台，生死自负。首先由江北率先守擂。江北武盟岳成盾接受所有人挑战，能赢我的，江北岐山山庄5年利润双手奉上。岐山山庄5年利润，起码50亿，谁赢了他，谁就有50亿啊！江北一来就派岳成栋，看来是要给所有人下马威。往年他可都是压轴的，让我的人来会会你。这是樱花国人，是西江冯阳德教的帮手。秦先生，你觉得谁会赢？这个武士比岳成栋厉害得多，最多3招，岳成栋输。你懂什么？岳盟主修为强悍，那个外国人绝对不是对手。就是，你肯定不是江北人。你要是江北人，怎会说这种话？真是3招！哈哈哈哈！江北的诸位兄弟，承让！太过分了，请外援就算了，还请的是樱花国人，输给谁不好，输给这种人不爽啊！接下来江南这边有没有挑战擂台的？我去试试。老秦，你可有把握？之前我和樱花国人交过手，虽然没有10成的把握，但有机会。老秦，你若没有把握，我给秦少将打电话让他出手，他定可以打败此人。秦少将也来了？对，他就坐在下面观战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就请他出手。不必了。林州秦家秦萧，阁下如何称呼？柳生宗武，樱花国柳生家的人。不错，柳生大师乃海外第1家族，实力强悍。柳生宗武，那不是相当于龙国10大宗师的存在吗？冯家竟能请动这种人物，这种人都来了，我们不请10大宗师还打个屁呀！江南也有强者，秦觉天少将不就是吗？对啊，他要不说我差点忘了，江南有秦觉天、秦少将。秦少将20岁就有巅峰宗师的实力，这武士算个屁！啊！秦叔叔，秦叔叔，快救人！这就是你们的实力吗？不能怪我下手太重，我也没想到他这么不经打。这也太强了吧！这等实力谁还能赢？我看恐怕请龙国10大宗师之一，估计都打不过。哈哈哈哈！还有没有人敢挑战？没有人，那就乖乖将2地经营权都交出来吧。若是没有的话，那这次挑战……慢着，我们江南也有10宗强者在场。哦，既然在场，为何不上擂台？难道是不敢？难道秦觉天是他？还请秦少将出手，以振我江南之威名。秦觉天，少将，江南的人不会是疯了吧？我看江南是输得太难看了，脑子都出问题。真的是他？不可能，秦天命怎么可能是秦少将？不可能！哦，还有一个秦家的高手，你爹都被我打败了，你要不要来报仇啊？本来你不配让我出手，但你说我是秦家人，还说秦萧是我爹，这让我很不爽。那我就勉为其难，出手一次吧。这么装的吗？还不配让他出手？见过装的，没见过这么装的。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不爽你说我是秦家人，明白？小小年纪还挺嚣张，今天就让你死在我的手上。还行，竟然能领悟出权益。哦，你还知道权益？有意思，那就接我一拳。这
也太强了吧！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我在做梦吗？哈哈哈哈！不愧是秦少将，爷爷的吩咐果然没错，跟着他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本来你不用死的，可你非要说我是秦家人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还有没有要继续的？我既然上台了，那就打完吧。没想到江南出了如此厉害的武者，我们西江认输，150亿利益，双手奉上。我们江北也认输，150亿利益，双手奉上。秦天命、秦觉天、秦少将，我曾经看不上的未婚夫，竟然成了我高不可攀的大人物。秦天命，你有这实力，刚刚为什么不出手救爸？难道他不是你亲爸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教我做事？记住，秦家逼我离开那一刻起，秦家生死便与我无关。再敢惹我，就别怪我下手狠了。原来秦少将是秦家人，只是却与秦家恩断义绝。秦家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秦家这是让一条真龙离开了，往后秦家必定陨落啊！如果我曾经对他好一些，也许站在他身边的就是我吧。秦先生，玉石买到了，而且这次擂台赛的利益总共300多亿，准备拿出5成交给你。这些你来处理就行。秦先生，我也想变强，我想跟您学武。我没有学武。秦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愿意教我吗？你都已经这么强了，还说没学武？你别误会，我确实没学武，我是修仙。你若想跟我一起修仙，我可以教你，但不是现在。那什么时候可以？你资质很差，需要丹药辅助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尽快帮你找到炼丹炉。秦先生，你……学了怪了。找我呢？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刚刚开枪的就是他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想知道我的雇主？不可能！现在的杀手都这么专业吗？说吧。密网任务，我也不知道雇主是谁。密网，那是专门接暗杀的地方，除了密网主人之外，没人知道雇主是谁。你又是谁？我来自夜幕，代号梦魇 ，SS 级杀手。顾青梅，来我别墅一趟。这是哪儿？江寒，26岁，江南第一医院外科医生，任职期间为人和善，完成很多不可能完成的手术，被认为江南医道第一人。有一位女友名叫林柔，是总裁沈清兰的助理。都知道我是杀手，和我说这些有意义？没想到一个杀手竟然是治病救人的医生。该问的都问清楚，带走吧。忘了告诉你，半月后夜幕没有得到我的消息，会认为刺杀失败，到时候会继续派杀手来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这就是世界第2暗杀组织，不允许任务失败，所以就算梦魇失败，也会源源不断有杀手过来刺杀。是吗？那我就将整个夜幕撕碎。任务一旦下达，你就是必死之人，而夜幕的老大夜王就是我师傅。1000万美金悬赏，你的生活绝对不得安生。1000万，发布任务的人可真下血本啊！别让我找到是谁，否则我灭他9族。想要弄清楚发布悬赏的人，估计只有密网主人知道。那就想办法找密网主人。秦先生，你要去找炼丹炉吗？现在你被夜幕盯上了，很危险的。无妨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给我准备足够的钱。炼丹炉对我来说太重要，得到后不仅是炼制筑基丹，还能炼制其他丹药，加速我的修炼。所以这件事
绝对不能拖。什么？柳生宗武被那逆子一招打死了？爹，秦天命是故意让你死，他实力那么强，只要他出手，你怎会受伤啊？天河，这跟秦天命没关系。秦天命就是秦绝天，不仅不是帝境，还是后天大宗师。这个逆子什么时候开始练武的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叔叔，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他，所以我们都不了解他。是啊，他在秦家3年，没有人关心过他，甚至他有没有拿过秦家的钱都不知道。算了，他有如此成就，已经配得上秦家，让他过来好好谈谈。只要他愿意放下怨恨，我就宣布他是秦家长子，到时候带他去秦家祖地。秦叔，你还是放不下身份。现在的秦家哪还配得上秦天命？爹，秦天命不可能，你生死未知之时，他还说你死了也跟他无关。他的医术不差，当时就能治好。逆子，逆子啊！如此大逆不道，我秦少怎会生出这种孽障？这是张玄清所居住的地方，有股血腥味。张玄清，你敢对我动手？秦真人，你终于来了！把事情说清楚，炼丹炉在哪儿？你又是什么情况？秦真人，请随我来。宋小姐，出来吧，秦真人来了。你就是张叔说的能帮我报仇之人。张叔，你说秦真人是道法大宗师，他真能帮我灭了袁家吗？宋小姐，绝对可以的。秦真人，她叫宋宁长，西南医药世家之女，宋家就有一个炼丹炉。是这样的，宋小姐是袁云川的未婚妻，袁家是名城第一家族，后来2家决定联姻。可袁云川长得英俊，去龙都的时候却被燕家的燕青竹看上，袁家就要和宋家退婚。不仅如此，更是贪图宋家产业，动用关系网给宋家安了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。宋家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灭门了。袁云川要攀附燕家，我不怪他，他退婚可以，但非要灭我宋家满门就是他的错。若不是小叔带我逃出，我也会死在里面。我手头最大的筹码就是祖上传下的炼丹炉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帮我灭了袁家，我双手奉上。这事儿竟然没有传出来，看来消息被封锁了。如果没记错，燕家的老五应该是5绝之一，超级高手，果然有点手段。这事儿我接了。明明知道是燕家，却还接下来。要知道我找了不少人，那些人知道是燕家后，直接就走了。如果你没把握，可以不接。袁家的人也在找我，之所以张叔刚刚对你动手，是以为袁家的人来了。放心吧，我会让袁家灭门，还会让你亲自手刃仇人。你把袁家的资料给我。袁家所有人的信息都在里面了。1天时间，在这等我消息。一天他就能杀光袁家所有人？肯定是那个贱女人！那贱女人还没死，是她请来的杀手。云川，杀手想要对袁家报仇不可能，他的目标可能是你。那些人是因为你而死的。吵什么？不就死了几个保镖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爹说的对，云川身后有燕家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找麻烦，那就是找死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云山少爷和云海少爷都死了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夫人死了！快
叫袁家所有人在大厅集合，同时通知周伯天大师前来帮忙。这车牌是袁家那女魔头的，她不是离开明城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不知道吗？昨晚袁家出了事，死了不少人。袁家死人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然这女魔头怎么可能回来？都不想活了，敢对我们袁家说三道四。萱萱姐，快回家吧，爷爷还在等我们呢。袁风云，你没听到刚刚这群人说什么吗？你要是我袁家儿郎，那就给我去教训他们，往死里打，打死了也我袁家顶着。姐，时间真不早了，赶快回去吧，不然爷爷会骂的。这位小哥说的对，你们还是快点回去吧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多好。好帅的男人，比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帅。你，本小姐看上你了，当我男人。好啊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听话的。你叫什么？秦天命。好名字，姐姐带你去袁家，晚上我们好好玩个痛快。不过姐姐这人比较喜欢刺激的，你玩得来吗？当然，姐姐这么漂亮，想玩什么我都乐意。真听话，上车。不是姐，我还没上车。人都到了吗？爸，只有轩轩和风云未到，他们在路上。爷爷，我们回来了。他是谁？我男人，帅不帅？胡闹！今天是袁家家族聚会，你带外人回来做什么？又没事儿。爷爷，人都到齐了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快点说完，我要带我的男人去玩了。非袁家人，给我滚出去！那我跟他一起走。袁家上下除去那些死了的，一家人算是整整齐齐。你在说什么？就是你！好小子，竟然敢闯入袁家动手，真当我不存在？周破天，袁家供奉，后天进中期。既然知道了，那就自刎谢罪，否则老夫……我们袁家和你无冤无仇，如果你是帮宋家报仇，宋家给你多少？我给10倍，不20倍。宋家的事情跟我无关啊，袁振头和袁云川的主意，少侠饶命啊！对啊，我们都是无辜的。早知今日，当时又为何要对宋家动手？整个城市都被你们给污染，正好治安局忙得很，我今日就帮他们替天行道。这是袁家最后一个人，交给你。1天时间，他仅仅用了1天时间，竟然就将袁家解决了。饶命啊，大侠！饶命啊，宋小姐！是我的错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把袁家一切都给你，求你别杀我！错了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怕死。妈，家人们，我帮你们报仇了。东西该给我。好，我这就给你。一品炼丹炉，但对我来说够用。谢谢你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没什么好谢的。爸妈，我帮你们报仇了，没了你们，我也不想活在这世上。死很简单，活下去才是最难的。你的家人在天之灵应该不会想让你死的，自己好好斟酌吧。客人你好，这是我们店的菜单，你要不要再……天命哥，
是你？可可，好久不见。黄可可，元神母亲弟弟的女儿，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她。元神在秦家的3年虽然过得很惨，但是在娘家那边长大的那些年却过得还不错。如果要说亲人，元神应该只有娘家舅戚了。天命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和爸爸这里开了一家店哦，爸爸也在店里呢。来，好久没见面了，咱们一起吃个饭。好。你小子几年不见，又长高长帅了，最近在秦家过得如何？对啊，天命哥，你现在可是秦家人，已经认祖归宗了，应该过得很好吧？秦家和我没有关系，以后再也不要提起秦家。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事，你要是待不习惯，来舅舅家。舅舅，我老感觉你有话想对我说，是什么话？说吧。天命，你长大了，有些话我应该告诉你了。你妈，她有可能没死。什么？你离开后不久，你外公外婆去世，我和可可来林州的时候，发现你外公外婆的墓被人扫过，还看到了你母亲以前最喜欢买的花。你外公外婆就只有我和你妈2个孩子，其他亲人早不联系，所以只有你母亲可能去扫墓。没死，那为何那么多年没出现？难道是有什么隐情？如果你有实力了，我想你去找找你妈。好。秦先生，不用说了，我知道是来杀我的。说吧，你是谁？密网第一杀手叶天。你小子倒是厉害，派来 SS 级杀手都弄不死你，害得我这个老大还得亲自出手杀我。你有这实力吗？不愧是龙国最年轻的少将，够自信。但你知道3S 级别杀手的我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不想知道。看你还算厉害，这样，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加入夜幕。饶你不死，跪下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胆子不小，敢对我这么说话？说吧，到底是谁在密网上发布暗杀我的选手的？反正你要死了，告诉你无妨，就是人家。人家看来是时候出手了。你小子竟然还敢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能动了？来杀我之前就不查探我的实力吗？恭喜你，你是我突破筑基之后第一个杀的人。小顾，你越来越没有纪律了。龙魂总部怎么能带手机呢？这是单独存着秦天命电话的手机，只有他才能打过来。原来是他，没事没事，你快去接吧。龙王大人变脸也太快了吧！喂，秦少将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你没骗我吧？小顾，什么情况啊？你可是龙魂的族长，遇到任何事都要冷静对待。龙王，秦少将刚刚打电话跟我说，他抓到了夜幕组织的老大叶天。什么？秦先生，人家那边来消息了，为了给您赔礼道歉，愿意将9成资产全部转移给您。告诉他们，最后1成我之所以不要，是赏赐给他们苟延残喘。若以后再敢犯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阵子辛苦了，这丹药你拿去吃，可以洗骨伐髓，以后可以跟着我修炼了。谢谢秦先生。欣然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反正没人嘛，又不是不行。秦天命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秦家你还回不回了？你若给我道个歉，以后你就还是我秦小儿子。哪里来的狗？这别墅外没安排保安吗？你这逆子，竟敢骂我是狗！秦天命，你别太过分。就算你和我们秦家恩断义绝了，那爹总是你亲生父亲吧？好一个恩断义绝后又亲生父亲！你可能没理解恩断义绝的含义。恩断义绝就是再也不认识，从此便是陌生人。几位请离开，秦先生不想见到你们。天命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只要你回去了，我们还是未婚夫妻，你还是秦家长子。你和秦家有婚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可不是你未婚夫。看来你沈清兰的眼光还是没我苏家好，这么好的未婚夫不要，现在还想挽回？我秦天命，你这个畜生逆子！快叫人把他们赶出去！一大早的好心情都被打扰了。进来，把人请出去。秦天命，你的仇
我帮你报那些恶贯满盈之人，我也都替天行道处理。而你的母亲，我会帮你找。诸天战者，总有一天我会回归。